亏你还拿得出手，吃着大姐的，用着大姐的，占着大姐的。你快回来吧，大姐得癌症了。没事儿，就是一疙瘩肉，把肠子给顶了，拿掉就没事儿了啊。不是恶性的吗？恶性的？不是，是良性的。小妹，醒醒！小妹，你醒醒！小妹，三姐，你怎么敢骗我呀？啊，不是你跟我说她的肿瘤是恶性的吗？不好意思，三姐，我也是手术以后才知道的。你吓死我多少细胞啊！我还以为跟她是一个病呢。那也不能怨我呀，都是二姐惹的祸。要不是她最后把话说那么重，我就不会给你打电话了。吓死我了！我啊！怎么了？哎呀，我要去厕所。我这一路上光顾着着急，一个劲儿喝凉水了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一会儿再说啊。哎呦，哎，哎呦，三姐最好别讲话了。哎呦，回头你再把那刀给碰开了，再受2茶罪，再吃2遍苦，多算不上啊。小妹啊，大姐就爱看你三姐风风火火的样子，看着呀，大姐就舒坦。行了，小妹，你赶紧回家睡觉去吧啊！这不马上就高考了，你以后就别来了啊！那我走了啊，慢点啊！嗯。再见，大姐。哎，亏你还拿得出手，吃着大姐的，用着大姐的，占着大姐的，还挺着齿的使唤她。你们是谁呀？你们算什么东西？还有你，小算盘，没有大姐你能赚钱吗？哦，算别人的账你比谁都清楚，怎么轮到自己却不会算了？哎，我说你这刚回来，发这么大脾气干什么呀？妈，你甭管，今天这个事情我必须说清楚。妈，您一口一个傻老大要钱不要命，舍命不舍财。那您知道他为什么骑自行车去看小楚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我哥他们不给大姐钱。一群没良心的东西！他那愣劲儿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他要是想去，你们拦得住吗？就算是没有自行车，他也敢走着去，你们信不信？如果这次真的要了他的命，你们谁来负责？谁？我给钱了，给多少？我把钱包都给大姐了。我还说要是不够，明天我去银行取。她说她等不及了，你不信你问大姐啊。那怎么他没钱坐车呢？他给小楚买了些营养品，然后再给小楚留点儿，钱就没了。你呢？这没找我，不信你们刘倩。我问他，他是谁呀？他能跟我说实话吗？赵素觉，2半前去康复中心的时候，你们2个人为什么躲着不见？三姐，我可真没躲着不见啊！我那天是有事儿。你有个屁事儿！就你那点花花肠子，你骗得了他，骗得了我？马大婶说了，大姐一去小吃铺，他俩就跑了。有你什么事儿？你胡说八道！马大婶亲口跟我说的。这话可是你说的啊？是马大婶说的。嘿，这老太太这成天闲的瞎胡咧咧什么呢？这你们都别拦着我，我现在找他算账。这不像话！刘倩，走。素觉，别拦着我！哎，三儿啊，这个事儿啊，你就别东拉西扯了，要怨就怨妈呗。那傻老大是跟妈要钱了，妈没给。
行了，你就别杵在那儿了，挺老累的，坐下。搞得像阶级斗争似的。妈跟你说啊，这刘倩可怀孕了，你再把她折腾个好歹儿，那妈怎么活呀？我就是生气。这兄弟姐妹之间总要讲个良心吧。哥哥见钱眼开，只许进不许出，就光知道欺负两半截老实了。哎呀，这傻老大呀，就是傻了吧唧的，谁都欺负，我还生气呢。就你们还都欺负他，没良心的。啊，不是我说您啊，您这切这么点菜，您这够谁吃的呀？哦，我再加点韭菜啊。哎，不是你加韭菜干嘛？这芹菜呢？小燕马上把芹菜回来了，马上回来了。真是，哎，建爷，这买个菜还得多长时间呢？快拿回去，快！哦，赵素觉，你要是再不给小妹和素小点颜色看看，那下回他们就得蹬鼻子上脸。有这么跟嫂子说话的吗？这小妹也真是的，背后下刀子。就是，这傻春的病成了咱们俩的责任了。我估计着，中午吃饭的时候，三姐就得过来，帮着傻春把这店要回去。哎，要我说，咱们现在呢，趁着傻春住院，应该感化感化他，让他不好意思再要。你说，咱们多买点东西，嘴再甜乎点，兴许傻春就不要了。傻春倒是有这个吃软不吃硬的毛病。对啊，那咱现在去。走啊！哎，我可先说好了啊，要买就多买点，像那么回事儿。还用你说啊？走。哎，小燕，把菜洗干净点啊！哎，妈啊，今天我还得回去呢啊。哎呦，你这么急呀？我不急，钱急呀，好几单生意等着我回去呢。哦，哎，妈，你就安排他们几个轮流请假照顾我大姐，小妹不能去啊，她现在正高考呢。对，哎，他三姐你就放心吧啊，我还有素小还有刘倩，我们三个轮流照顾你大姐。这个二姐啊，她请不下假来。哎，妈，说实在的，我二姐这回的表现呢，真算是不错了啊！借公款垫钱交手术费，这要在以前呢，咱想都不敢想。那是啊，白给她带了1个月的孩子，还倒贴钱，这要不来点硬货，真是说不过去了这事儿。行了行了，我不在这儿跟您扯了啊！素小，跟我去趟银行，然后取完钱呢，给你二姐送过去。哎，走。哎，那你就不去医院看看傻老大了？我来不及了，我还赶飞机呢。走了啊！哎呦，真够急的。哎，注意点安全啊！走了，妈啊！哎，再见。姐。嗯，你就挑唆吧，你就挑唆吧。啊，你嫂子肚子里那孩子要出点什么事儿，你看我把你那漂亮小脸蛋给他撕碎。妈，他活该嘛！我就不信呀，没人治得了他。你看见没有？那刘倩奏一看见我三姐啊，就跟那耗子见了猫似的，屁都不敢放一个。哼，那当然了，你三姐是谁呀？那是徐敏荣的闺女。哟，那我就不是您闺女了，是不是啊？我得想想。考上大学，考上大学就是妈的闺女。你怎么还不复习呀？什么事儿都能给你扯一边去，是不是？快去，自己不着急呀你！真是的，也不愁得慌。傻老大，嘿，哎呀，大姐，你可千万别动！你说你这身子刚动完手术，你俩来就来了，还花那么多钱买这个干什么呀？应该的嘛。哎呀，绝对应该的。大姐，你是不知道啊，这我们俩一听说你这生病住院了，就感觉像那个天塌下来似的。你说这素觉一个大老爷们，哭得跟个泪人儿似的，特别心疼你。本来吧，我们是说昨天就来的，可是吧，你也知道这小吃部离不开人，我这现在身子又不太合适，全靠素觉一个人应酬着，实在是忙不过来。素觉，你懂事儿了，知道干活了。
对了，苏珏，你真的要离开工厂啊？不去了，不去了。不能丢了铁饭碗。大姐，你可千万别担心，这现在吧，车间人太多，3人抢1个车床根本就没活干。他们主任听说了以后吧，就准了他长假。咱呢就是不拿月奖和全勤奖，2合适。要是这样的话，大姐就放心了。哎呦，大姐这次生病，总算是捡回一条命来。大姐，我算是想明白了，咱爸说的太对了。人这一生啊，钱是最不重要的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能够带走和留下的，就是家人的情感。所以大姐决定把小吃部给你俩了。哎呀，不好啊，这怎么样？你看我就说了吧，大姐肯定向着我们。但现在不行，必须要等到小楚康复之后，我再把小吃店给你们。这次等大姐出院之后啊，我一定要把菜部那个大一点的房间也给租下来，把咱家小吃店给做大了，这样咱能跟别的铺子才能竞争啊。哎，苏珏，我先上个厕所吧。在右边。那你先等会儿，我也上厕所。哎，刘倩，